防癌飲食分為3個階段。第一個治療階段，第二個排毒階段，第三個預防階段。呢啲嘅治療階段嘅講明之後，就會講其他嘅階段。治療階段呢係長達10個禮拜，即係3個零月啦。目標呢就係要治癒火毒病症，而唔單單係緩解病情。癌症喺中醫嚟講呢係屬於火毒。5個6個禮拜後就可以睇到呢個嘅腫瘤啊，就會縮小嘅。嗰陣時呢，喺食物當中呢，就可以加入一啲嘅新嘅食物，飲食就將會進入第2階段，即係排毒階段啦。治療癌症嘅主要方法，胡蘿蔔、蘋果同埋豌豆汁、新鮮嘅有機水果以及蔬菜嘅飲食，每一日都要食1磅新鮮嘅海藻、咖啡灌腸，再加上鉀、乳酸以及鎂作為補充。通過針灸亦都可以支持喺飲食上面嘅治療階段。果汁方面，同等份量嘅有機胡蘿蔔、蘋果以及荷蘭豆，每日8杯8安士，成分係唔可以替代㗎。治療階段呢，就唔允許飲其他嘅果汁，最好呢就係用榨汁機，因為呢就想喺呢啲果汁當中呢留返一啲果肉，成日嚟講呢都可以慢慢呢咁去飲一啲嘅果汁。咁你可以食啲咩呢？任何新鮮有機嘅水果以及蔬菜，適量嘅生食。除咗黃瓜，黃瓜係妨礙火毒治療，可以食一啲烤或者蒸嘅蔬菜，但係大部分嘅飲食都要係生嘅，切記唔可以用油嚟烹飪。你必須係使用唯一嘅油，獲得8種必需氨基酸嘅係亞麻籽油。佢必須呢要冷藏，即使冷藏都只可以維持5個禮拜，所以一定要揾一啲好嘅供應商，並且定期更新。可以呢每日食2湯匙，或者將呢啲嘅油擺喺沙律上面。亞麻籽油係唔能夠用嚟烹飪㗎，千祈唔好利用微波爐嚟加熱食品或者煲水，因為你係會受到輻射。微波爐周圍都係有害㗎，最好呢就將呢個微波爐嘅插頭呢就掹咗去。呢啲嘅食物必須係被視為癌症直接嘅治療，為咗從中受益，唔能夠有任何嘅例外。新鮮嘅海藻、海帶，一日1磅，喺唐人街有好多嘅商店都賣㗎，譬如肉店啦，你都會發現佢已經係被浸咗喺水裏面。當海藻浸泡喺自來水嘅時候，用生薑去除氟化物毒素。喺屋企當中就將呢啲紫菜用純正嘅水浸泡，加幾片嘅生薑。需要食海草嚟為你嘅身體系統注入一啲嘅碘，從而要消除一啲嘅黏液，並且真正分解腫瘤。新鮮嘅海帶、海藻當中鉀嘅比例係遠高於鈉嘅。究竟你有啲乜嘢唔食得呢？唔能夠含肉、奶製品、雞蛋、
完全唔含蛋白，係動物嘅蛋白。唔能夠食穀物或者豆類、油類或者豆腐、堅果、種子、鹽、香料、糖或者糖代用品都唔得嘅。唔好食麵食、麵包、糖果，唔好飲咖啡或者酒精。不含濃縮物、能量粉或者蛋白粉、奶昔、冰沙等。咁除咗果汁之外，仲可以飲啲乜嘢呢？礦泉水或者蒸餾水，唔可以飲自來水，甚至唔好用水龍頭嘅水嚟花灑或者浴缸浴，好重要㗎，因為你啲嘅沐浴係同自來水配備一個嘅過濾器，否則氟同氯就會通過皮膚進入身體，並且刺激癌症嘅生長㗎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啲水就唔好裝喺啲膠樽，應該裝喺啲玻璃樽當中比較好。飲綠茶對於治療甲狀腺嘅火毒素症，即係癌症啦，係非常之有效㗎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先，最緊要就開心啲，吸收下陽光空氣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。Come talk to me. I love the way you're on to me. Looking at you, looking like